41年出世咁，啱啱當我幾歲嘅時候咧，就戰後成個香港都好窮，屋企咧就任何嘅家電，即係唔使講雪櫃、電話、冷氣機乜都冇㗎，心諗點要脫貧，即係點會可以走出呢個咩嚟？咁所以嗰陣時就真係立志就讀書，唯有讀書可以脫貧咯。就當時喺1964年，咁我讀完大學畢咗業，咁就嗰個年代咧就基本上揾工唔愁嘅，入政府又得，大嘅商行又得，好多方面都得嘅。不過咁啱咧嗰陣時咧，我5月中考完試，咁就睇報紙，咪心急，即係申請揾嘢做。咁啱第一份工係一間製品廠嚟嘅，咁嗰間製品廠咧就一去見，咁就請咗我。咁因為嗰度咧就有印刷嗰個成分喺裏邊，咁就係咁開始就入咗呢一行。喺1964年嘅時候，係即係成行都好少人識英文嘅。我入去嘅時候咧，咁啊負責晒所有啲大嘅客戶。到後期咧，再過咗1年唔夠咧，咁呢間廠咧個老闆咧就因為好老啦，70幾歲，咁佢就想退休，咁結果成間廠咧就賣咗俾人。咁個新買家咧，佢就買嚟咧，就想俾個仔做嘅。咁佢一買咗之後咧，咁佢就要求我，就同我講，佢話：阿柏，不如你留低同我做2年。咁我點解咧？我話你都買咗間俾個仔。佢話我仔咧就未夠經驗。咁如果咧你幫佢手，嗱你做總經理，我仔咧做師傅。咁所以基本上咧，我係未到26歲就已經叫大班。喺1969年開始，即係我做咗幾年之後咧，就當時咧就自己個心好紅，覺得咦好想自己創業，好想自己做生意，咁覺得自己已經打幾年工，都覺得應該可以自己去開間公司去做，咁我就開始結果我就離開咗自己創業。到你真係創業嘅時候咧，原來好多嘢咧係自己料唔到嘅，咁所以咧變咗咧，我第一次嗰個創業咧就做得好辛苦，同埋搞到咧個經濟上、財政上都有困難嘅。咁好彩當時多得咧，因為我太太喺政府度做，咁變咗佢每月咧就有所有一個固定嘅收入。咁當時屋企所有嘅我啲細路啊嘅所謂教育費啊、一般嘅家用啊，盡量成日都係佢個人承擔咗嚟照顧嘅。咁最後諗下都係唔係辦法啦，所以決定咧我就結束咗嗰間公司。咁但係我結束咧就唔係話破產啊，又唔係成，因為我係還晒所有啲即係找晒所有啲數啊啲債嘅，然後就開始又重新又打過工。嗱，我有幾樣嘢欣賞佢嘅，就係喺佢即係比較上低落嗰陣時啦。佢從嚟冇將一啲唔開心嘅嘢帶翻嚟屋企嘅。咁亦試過有段時間需要揾工，咁我係可以話我未見過一個人咧係咁積極地去揾工嘅。實在我打工嘅時候咧，我即係入翻去打工嘅時候咧，我嘅薪金咧係比我一般同期嘅大學畢業嘅同學咧係低好多嘅。我諗當時我重新打工嗰份人工咧，應該係我如果同期嘅大學嘅同學，我諗應該大概係40% 至到1/3度啦。但係唔緊要，我都接受。不過咧，好彩就真係好彩，我入咗去之後咧，我就嗰個進展得好快，一路做咁我都好順利嘅，一路做咗咁多年，亦都我後期我全部都係一啲上市嘅公司印刷嘅，做管理嘅階層嚟嘅。咁到1997年，當時我都自己50幾歲，我啲細路大晒啦，我嗰個財政嗰個包袱咧就冇咁重啦。我仍然都希望重新做過，亦都知道我當年係點樣失敗，知道喺邊方面做得唔好啊，邊方面唔做。咁我重新咧就係1998年1月1號咧就開咗我而家呢間公司。實在喺我開公司呢間公司前咧，我係唔識電腦嘅。
點解咧？因為就算以前我做到幾高級，做到董事好，做到總經理好咧，都有秘書啊。咁但係當你自己開公司咧，你要跟個潮流啦，你唔可能。如果我仲都唔識電腦，咁我點樣可以自己去管理同外邊溝通咧？所以我就從58歲開始，咁我就開始學，即係我開咗公司幾個月度咧，我就開始就學電腦。05年嘅時候咧，我就喺報紙度睇到有呢樣嘢叫做當時叫做露宿者世界盃足球，咁就有一個社工去搞嘅。咁實際我完全唔識呢個社工嘅。咁呢位社工就叫做吳衛東。咁報道嘅時候咧，咁就話佢揾咗一紮露宿者，就希望利用足球訓練佢，將佢融入翻個社會，因為佢已經瞓街啦，或者有啲喺球場度啊，有啲喺真係橋底度啊咁整出嚟嘅。咁我覺得呢樣嘢都幾有意義。咁所以咧，咁當然喺嗰張報紙度介紹完呢樣嘢咧，通常咧就後邊有個電話，就你可以聯絡呢個人嘅咁。咁我就憑嗰個電話，我就打去揾呢個吳衛東呢個社工。最初就 Alex 見到報紙有報道我哋呢隊波啦，想去參加出國踢無界世界盃啦。咁佢就打電話俾我啦，就問咗我3個問題，即係佢問阿東你識唔識帶隊外國踢波啦？我識唔識點樣籌錢啦？同埋有冇組織球隊嘅經驗啦？咁我答咗3個都係唔識、唔知道同埋唔知點搞咁樣。咁亦都好彩啦，即係佢都信任我哋嚟到球場見我啦，同埋即係佢即刻睇完我哋隊波，覺得我哋好認真咁樣想訓練啲曾經係有案底或者係曾經有一啲無論係毒癮、賭癮嘅朋友啦。所以佢亦都好短期裏邊咧，主動提出話佢會諗辦法籌錢，同埋佢願意咧做一個義務嘅領隊，即係第1年帶隊去蘇格蘭踢世界盃。02年嘅時候，我哋都係唯一隊亞洲嘅球隊去到蘇格蘭參與27隊嘅國家世界盃嘅賽事。咁 Alex 係一個即係好出心出力嘅人。點解咁講咧？當我話乜都唔識搞一隊波嘅時候咧，基本上全部好多嘢都係佢諗，甚至去推動我哋去做。譬如話，快啲去首先報咗名先，跟住佢去諗錢，諗咗錢之後點樣去即係揾教練。咁每年都有進步嘅。喺籌款嗰方面咧，除咗係揾佢嘅商界朋友咧，亦都近呢06年開始咧，每年喺旺角搞慈善賽啦。咁亦都有超過16隊嘅商界朋友咧嚟又踢波又出錢啦。咁呢個係一個穩定嘅支持啦。對於即係我哋每年點樣籌錢咧，即係唔需要咁頭痛。我由05年開始到現在咧，咁亦都因為經過咁多年嘅發展咧，越嚟越多人認同咧。咁我諗我哋起碼訓練過，起碼大概超過200個呢啲咁嘅球員。咁如果我哋講，我哋不嬲都有個數字有數據嘅，係大概68%甚至乎70%咁樣咧。咁你都有100幾人係從本身對於個社會或者冇信心，覺得俾人遺棄咗，覺得要離開屋企啊，或者無家。咁而家走翻入翻社會。你每出場你都要唱國歌啊，要成啊，同埋你個人嘅操守啊。Hello， 我叫 KK。啱讀完書之後就好中意玩啦，咁試過好多打交嗰啲啊，試過吸毒都試過嘅。咁中意逗留喺出邊啦，唔翻屋企啊。參加咗無家者世界盃，咁成日過嚟 training 又識咗好多第啲種嘅人，即係佢哋唔係話搞震嗰啲人啦，即係中意都係做下 exercise 啦，做下踢波嗰啲，咁可以多啲同佢哋來往傾偈嗰啲，可以轉變自己個 life 嘅，即係可以 look forward 咯。其實之前我點解會選入呢隊多咧？其實我係一個病態賭徒，就經我哋嘅問題賭徒復康中心咧，就介紹過嚟做呢隊波嘅。咁08年嗰年咧就好開心啦，就可以去到澳洲嗰邊啦。咁就跟住我哋嘅陳永柏先生啦 ，Ice Chan 啦，就一齊過到去澳洲去睇呢個無家者世界盃嘅。咁喺我過到去嗰陣之前咧，其實我都已經識阿 Ice Chan 嘅。咁其實 Ice Chan 呢個人喺我嘅心目中咧係佢係一個雖然係一個大慈善家嚟嘅，但係佢咧除咗出錢之外咧，佢仲教曉我哋咧點樣去凝聚一啲社會上嘅力量，去幫助我哋一啲有需要嘅人，去俾翻啲希望我哋，等我哋知道社會上裏邊係有咁多人係關注緊我哋嘅，亦都關懷緊我哋嘅動向嘅。
咁佢其實每一年咧，以我所知，佢都會跟我哋個球隊咧去到當地比賽，個當地咧為我哋帶隊啦，做我哋嘅領隊啦，打氣啦，同埋照顧我哋每日嘅比賽嘅需要嘅。喺我心目中，我覺得佢係一個半個社工啦。佢喺嗰度除咗係出錢出力去幫我哋籌錢去比賽之外咧，亦都係從中係輔導我哋究竟我哋比賽嘅心態啊，或者我哋參加呢個球隊之前嘅生活係點樣啊？今日就係我哋1年1度嘅慈善籌款賽。咁我哋每年都係利用呢個籌款賽咧，係籌足我哋嘅旅費去呢個參加呢個世界盃嘅。今次我哋去墨西哥咧，除咗參與呢個活動之外咧，我會向大會申請咧，大概係2015年或者16年，希望能夠喺香港主辦呢個世界盃。因為利用足球咧，我哋已經過去咁多年咧，能夠將一班朋友當時佢哋以為係個社會遺棄咗佢嘅，實際經過足球訓練咧，增到一個自信心，重新投入社會。而喺香港嚟講，我哋過去咧有超過70%嘅球員咧係跟咗我哋一齊玩呢個活動咧，係已經改變翻整個人生。